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下拉式選單，直接輸入選項方法係資料，選資料驗證，儲存格內允許中改為清單，係來源直接輸入選項嘅資料，按確定，選取來源範圍方法，將相關資料按 Ctrl 同 T 以 Excel 表格表達。做法同直接輸入選項方法相似，只係來源時選擇相關資料表格。相關資料以 Excel 表格表達，當更新資料，就會自動更新下拉式選單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